文化部当咧推广台语家庭，伫咧家己市甲在地独立册店嘛有办台语活动，应用绘本、囡仔歌等等的方式，让亲子家庭会当哪耍哪讲台语。对着台语囡仔歌，老师甲现场的大人甲囡仔做伙来唱歌跳舞学台语。家己市文化局配合文化部举办台语家庭的培育活动。上课老师就讲，用活动甲课程的内容，互父母甲囡仔拢会当做伙来学习台语。我想讲吼，用唱歌、讲故事啊，做一寡物件，互囡仔感觉学台语嘛足好耍的，安尼。啊，甲爸爸妈妈做伙耍，做伙唱歌，做伙佚佗。因为囡仔其实会晓讲家己的台湾话，阮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。除了文化局针对家庭亲子的活动，家己是在地独立册店甲推广台语的一寡单位，嘛阁有规划工作坊甲讲座的主题活动，希望提升民众使用台语的意识甲观念。像咱即摆去夜市啊，就当听到身躯边全部拢咧讲华语，吼啊台语煞干那去学校才小可有咧用，去一两点钟，啊幼稚园嘛无，安尼就去了了，所以阮家己感觉讲。应该为生活当中就开始。我感觉足好诶，因为会当甲囡仔做伙学台语，因为我的台语嘛袂真认真。家己市文化局表示，台语家庭的培育活动，和台语的学习会当伫家庭生活当中，为会晓听开始，豆啊进步到会晓讲，希望和母语的保存甲推广，会当为家庭教育开始来定根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